唔知啦，你有冇試過咁樣嘅時刻啦？可能咧係落班嘅時候，企喺人來人往嘅地鐵站，望住周圍嘅人咧，個個都好似啦，好明確自己要去邊，淨係得你自己唔知自己下一站要去邊。又或者咧係朝早返工，見到同期入公司嘅同事咧又升職加薪啦，大家圍住佢講恭喜，而你咧就坐返喺自己個位，發現張凳咧仲係同3年前嘅一樣。咁我知道你有嘅，因為咧其實我都一樣。咁我哋咧心裏邊好似咧住咗一個好嚴格嘅考官啦，佢拎住個永遠都打唔滿分嘅記分牌，見到人哋升職啦，佢就話你點解你唔得嘅？見到人哋進步，佢就話你係咪唔夠努力啊？佢永遠咧只係睇到呢一個仲未填滿嘅缺口。咁但係咧，我哋最唔熟悉嘅係點樣好好地去望一望自己已經擁有嘅嘢。下次咧，當把聲又出現嘅時候，我想請你做一件好小嘅事，可以拎出紙同埋筆，唔係寫工作計劃，而係寫低3個你已經做到嘅事。可能係我連續3個月準時交報表，或者係我教識新同事用個系統，又或者係我已經保持到每一日都飲一杯開水。你會發現呢一個被你覺得原地踏步嘅自己，其實咧每日都有少少進步，只不過咧我哋成日掛住望住前面嗰條路，忘記咗回頭睇下自己行過幾遠。咁我想講啦，成功嘅定義咧唔係應該淨係得升職加薪呢一把尺，每個人嘅時區咧都唔一樣，有人行得快啲，有人行得穩啲，所以咧唔好啦，再用人哋嘅進度去懲罰自己。我想話你知，識得欣賞路邊風景嘅你，願意幫人嘅你，同埋堅持咗3年嘅你，呢一個踏實嘅你咧，同樣都係值得被讚賞嘅。今日咧，我想發起一個溫暖嘅行動。如果你都曾經覺得自己原地踏步，不如咧喺評論區分享一件你覺得雖然好少，但係咧你已經做到咗啦嘅一個小小嘅分享。可能咧係終於戒咗一個宵夜啦，可能咧係學識咗拒絕無謂嘅應酬，可能咧係堅持每日同屋企人都通話。每一個小小嘅堅持咧，都係你好叻嘅證明。福星無量天尊，我係楊雅致，願你都睇見呢一個默默努力嘅自己。